深呼吸，肩膀放松，前手推直，后手拉满靠位，剑身的延长线落在靶心正中。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用自己制作的弓箭参加西线节射箭比赛。2023年庆西千节250周年传统射箭比赛现在开始。赵虎和赵玉书两个人到了。好了。OK， 我叫赵虎，是一名新疆察布查尔县返乡创业的青年。制作传统弓箭既是我的爱好，也是我的事业。小时候，弓箭是我们最常见的玩具。长大后，射箭更是我们锡伯人喜爱的一项体育运动。哪怕不善射箭，在家里也一定会挂一把弓箭，作为自己锡伯族身份的象征。制作锡伯族弓箭，选材一定要严苛。传统弓身多数采用榆木或者白蜡木，还有洋槐木。这些木材即使被掰断，也会呈现一种藕断丝连的状态。这样的性质可以保证弓的韧性。传统的弓弦会用牛筋来制作，也可以根据弓身的颜色，使用尼龙或者其他材质来编织弓弦。但是最传统、最具有代表性的，还是用牛角制作的金角弓。一把角弓的制作，因材料收集的季节不同，要耗时将近1年的时间。一把好的弓箭，从被拉开的那一刻起，就能让弓箭手预想到百步穿杨的畅快情景。这次射箭比赛比较重要，你要好好射箭，要打出好成绩啊！加油！好。我现在状态相当好，宝宝也加油，加油加油！参加射箭比赛对锡伯人来说，是一种深植于记忆中的一个传统。从几百年前军队中的演武比赛，发展到今天的节日活动，即便射箭技术已经不是对一个锡伯人能否去参军报效国家的能力考核，但也依然是我们喜爱的。可以证明自己、展示自己的一个竞技方式。每年我们都会在西千节或者正月16的抹黑节等大型的节庆活动上举行射箭比赛。我们离不开弓箭。1个7，2个6，2个6。来吃饭了。今天有射箭比赛呢。我也参加了。我也参加了。你们2个射箭还你赢得过你爸吗？我觉得我可以，最近状态还不错。头一次参加这样正式比赛，我试试。我怕赢不了他。没事，重在参与嘛。但是爸爸做弓比我厉害，做弓箭还得跟爸爸学习。可惜卷卷前段时间手受伤了，不然我觉得他应该也可以。经常训练的时候，他成绩经常比我好。是吧？在1999年发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民族大团结纪念邮票》上，你会发现锡伯族是56个民族中唯一一个与弓箭画在一起的民族，那是锡伯族人引以为傲的形象。因为弓箭是流淌在我们血液中的历史与文化，是祖辈万里戍边的责任感与荣誉感。来，
当时的沈阳叫做盛京。200多年前，一批锡伯族官兵带着家人告别家乡的父老，从今天的辽宁沈阳，也就是当时的盛京出发，一路向西，来到新疆的察布查尔县，担负起屯垦戍边的重任。他们在那时最有力的武器就是弓箭。今天，弓箭也依然是中华民族抵御外敌、守护国土家园的见证和象征。我给大家讲一下传统弓的一个使用方法。10几年前，当我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有位游客到这里说，从你们察布查尔县走出了许多像郭梅珍、如光、薛海峰这样优秀的射箭运动员，但是我在这里并没有感受到特别浓厚的弓箭文化氛围。但10几年间，作为一个生长在这里的人，我能深刻地感受到箭箱的变化。西千节、锡伯族弓箭制作技艺、锡伯族射箭也陆续成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察布查尔县的射箭运动学校也走出了一批批优秀的射箭运动员，小朋友们也能在学校学习弓箭文化和射箭运动。节庆活动上的传统弓射箭比赛也吸引着来自各地的游客。箭箱的弓一直在我们手中一代代传递，常用常新。看到这里的你，如果有机会，也一定要来做客，来箭箱的射箭比赛上切磋一下。箭离弦的那一刻，耳边响起的声音，就是箭箱与你对话的第一。